加密货币交易平台 FTX 的创办人弗瑞德涉嫌偷用客户的钱超过80亿美金，原底因否认犯罪，后来佮转嘴当庭来回释的。不过也是去予法官甲伊重判25档的刑期，而且佮要没收超过200亿美金的资产。伫听完宣判了后，加密货币交易平台 FTX 创办人弗瑞德的爸母真紧离开法院，面对提问拢无回答。How are you feeling today? How are you feeling today? 32岁弗瑞德原本向俄罗斯贷款金童，也毋过伊伫2020年底申请破产，包括使用客户存款投资其他事业，也是从事政治捐款，造成客户无法度领现金，互指控诈欺甲洗钱等7项罪名，互陪审团认定有罪。相关的刑期会当达到110年，检察官原本求刑50年，也毋过法官将期尾判弗瑞德25年有期徒刑。He continues to share that he believes that customers at FTX will eventually have their funds returned to them in the bankruptcy process, but he didn't really feel like he was apologetic or deeply remorseful for what he did. 互人叫做汉吉条哥的弗瑞德，2019年共同创立 FTX， 真紧加做全球上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之一。2022年底，随着 FTX 申请破产后，加密货币款拢行一条。弗瑞德防止可不当使用 FTX 客户资金超过80亿美金，内部共款由伊创立的量化交易公司的财务空帮。造成客户无法度领钱，随后弗瑞德和巴哈马警方逮捕。检察官讲 ，FTX 这个事件是美国史上上大的金融诈欺案之一。法官2月也阁下令没收弗瑞德超过110亿美金的资产，佮爱坐满8项刑期，也就是20年才会当假释。出监时大约已经52岁。美联社记者也指出，弗瑞德虽然伫法庭上表示真实的，也毋过发言有淡薄仔机械化、加冷淡。法官是严厉批评弗瑞德知法犯法，明显无任何悔改。公司新闻台为您编译。